昔日澳葡政府嘅社會福利制度尚未完善，部分嘅貧苦大眾咧係需要民間社團嚟到去救濟嘅。希望觀眾藉住呢條路線咧，同我哋一齊感受昔日澳門慈善事業嘅發展。今日由我啦同城市規劃師胡玉佩先生啦，為大家介紹漫步澳門街知認識澳門嘅呢一條路線慈善團體。澳門最早嘅慈善事業啦，可以追溯到16世紀，而我哋身處嘅仁慈堂大樓啦，係建於18世紀中葉，係屬於新古典主義建築風格嘅歐陸式建築。大樓2樓博物館展示咗天主教相關嘅文物，反映咗早期西洋文化經澳門傳入中國歷史。仁慈堂唔單止係澳門歷史最悠久嘅慈善機構，亦係西方設喺東方最古老嘅慈善機構。仁慈堂最初成立嘅目的咧，係同航海事業係息息相關嘅，因為喺遠航嘅途中咧，係要面對疾病啦，同埋風暴等等呢啲嘅危險因素，所以好多嘅水手啊，同埋航海家咧都因此而喪命。於是乎咧，喺當時呢個葡萄牙嘅莉娜皇后咧，就成立咗呢個慈善機構咧，去體恤呢啲嘅冒險家，而照顧佢哋嘅屋企人嘅。其後咧，葡萄牙喺世界各地咧都建立相同嘅機構啦，咁而澳門仁慈堂嘅成立咧，都係呢一個理念下嘅體現嚟㗎。喺19世紀中葉嘅澳葡年代咧，都市化建設同埋衛生體制咧都係剛剛先起步，而初建嘅衛生服務咧係難以涵蓋整個華人社區嘅。加上風災同埋鼠疫嘅影響咧，百姓生活係艱苦嘅。透過華人新市名流嘅號召，凝聚社會上零散嘅資源同埋力量，喺1871年咧，佢哋共同創建咗一間專為華人服務嘅醫院——鏡湖醫院。我哋而家身處係鏡湖歷史博物館，呢度記載住昔日廟堂式嘅門樓場景同埋醫療設備，仲有第一位華人西醫孫中山先生、鏡湖醫院首任院長柯倫醫生等等嘅歷史人物，令公眾可以了解更多有關鏡湖慈善嘅歷史故事。喺2戰時期咧，澳門雖然係中立城市，但係咧同樣都受到戰爭嘅影響，引發起澳門史上最嚴重嘅大饑荒。當時咧，同善堂籌集資金幫助災民，好多嘅善長人翁咧嚟到庇山爺街咧，向災民派發粥水，同災民一齊共度時間。同善堂咧更會為學童施教啦、助貧施濟咧，派發棉被寒衣同埋施棺殮葬等等嘅義舉嘅。係啊，胡生喺1941年啦，同善堂更加設立咗藥局啦，到依家依然係社會體系好重要嘅一個部分，咁持續啦為澳門居民服務㗎。回顧澳門嘅歷史咧，每當有不幸嘅事情發生，慈善團體咧都會伸出援手，擔當相當之重要嘅角色。特別喺早期咧，華人喺社會上得到嘅資源相對缺乏嘅年代，慈善團體咧都會幫佢哋渡過難關㗎。係啊，蘇怡，踏入21世紀咧，普遍嘅澳門居民嘅生活咧係得到保障嘅，而物資咧基本上都係唔缺嘅。因此，慈善團體除咗係繼續扶持弱勢社群之外咧，亦都係會舉辦一啲嘅慈善活動。包括義診啦、免費教育啦，同埋繼續幫助有需人士等等。通過做慈善咧，不管係出錢出力咧，都能夠從中咧體驗大愛，學習如何去愛同埋關懷，讓澳門嘅慈善事業咧精神繼續傳承落去。唔該晒胡玉佩先生啦，為我哋介紹咁多有關慈善事業嘅故事。如果觀眾有興趣嘅話咧，都歡迎親身體驗漫步澳門街知認識澳門慈善團體呢條路線。